来讲强盗案，这个拍红雷的教练罗继贤，因为被检方调查出涉嫌收中共差不多570万块，协助吸收真济现役也是退伍的军人，试探情报和中共的政府人员换这的钱。伊佫出来共款是这个拍红雷教练赵业伟，要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婷以及伊女朋友协助提供口座，并且利用地下汇罪的方式处理中共的钱，和这个北检依照违反国安法等等罪嫌来起诉。今日1审的判决出来，罗继贤被判刑10年6个月，协助提供口座的郭碧婷被判刑3年10个月。挂目镜写作书文的红雷教练罗继贤有博士学位，接伫咧两方表演，耍互中共吸收，真做强调。怎么会涉及国安法？要不要澄清一下？甲其他退役也是现役军人做伙互调查羁押，检方查出八座红雷联名经商务理事罗继贤到中国上演的时，互情报人员吸收。回来了后，组织强盗集团，一切退役军人相德良透过网络游戏等方式吸收关指部的李德胜、海巡署的房世伟，共2个临时女军官协助探情报。案件1审宣判，这个军人分别互判2年2个月到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。我们会觉得判4年10个月太重吗？还会想要再上诉吗？今仔日再报，伫咧法庭现场听1审判决的退役军人尚德良，知影家己互判4年10个月，面色真歹，赶紧离开。除了军人涉案，罗继贤为着要收中共好意570万，找一个中国籍的查某人协助伊地下汇款。阁有艺人郭书瑶的小弟郭碧婷甲伊的女朋友，阁有共款是红雷教练的赵业伟，提供口座互伊使用。这3个人10个月会使摕2万。主嫌罗继贤互判10年半，地下汇款的业者互判8年。郭碧婷等人互认为是帮助犯，互判3年10个月。女朋友是3年8个月，赵业伟是3年。案件阁会当上诉，不过罗继贤涉嫌诈欺案已经伫咧服刑，即马讲因为强盗案互判10年半，若是前途名声拢毁掉，阁要面对法律的制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